国民党立委徐卡新顶礼拜提咱国透过捷克去援助乌克兰的这件代志，来质问外交部长吴钊燮。昨昏徐卡新搁一届指控讲，外交部有甲捷克签秘密合约，想要来影响因的内政。因那外交部是大力批评，强调讲双方的合作绝对公开，而且一切拢依法办理。 这个是我们外交部一直在跟我们的那个友善国家在做讨论的，跟萧副总统当选人去没有关系。今天的说法呢，能够记得哈。 顶礼拜即阵，国民党立委徐卡新就当面问外交部长吴钊燮，有关咱甲捷克共同援助乌克兰内容，闹互辩。几天了后，徐卡新指控外交部去年12月甲捷克签署合作协助中建乌克兰医疗照护系统备忘录。 无讲1000万美金，其中30%甲40%用伫买台湾医材，也无说明招标方式，甲倒一寡厂商得标，指定由捷克卫生科技院执行部分，也互人家怀疑。 我们已经汇款了300万元的美金，账户名称就是刚刚讲的那家公司 CHTI， 所以不是进到捷克的政府。 伊点名捷克卫生科技院的主持人，去年3月来台了，就提到咱的大笔专案，对方是捷克当地医疗供应商，正常关系真好，支持外交部间接介入捷克的在地政党政治。 它是一个很大间的医材厂商，捷克的政商关系是非常良好的。会不会它就转成是给他们捷克当地国会议员的政治现金？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之一。 被问到相关指控是不是有直接证据，徐卡新指向这主持人社群平台资料佐证，这互外交部强烈回击，罕见直接点名徐卡新委员，推理实在真含糊，互人无法度接受。由捷克政府 指定捷克卫生科技院担任执行机构，受双方代表处的共同监督，但却被徐委员凭空捏造，并污指为密约，影射图利私部门，其推理逻辑之荒谬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外交部强调，代志 MOU 依照条约地计划规定，拢送到立法院备查，一切依法办理。对政治前辈打击外交人员士气，搁抹黑理念共款的民主优化国家，爱强烈谴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